1蚊一個冇用，2000蚊做到唔剃頭植髮。呢排見到呢啲低價植髮，搞到我成個人都慌晒。30秒隔離避開毀容陷阱。無論係唔可以再生嘅，價錢平到離譜，往往就係陷阱。有3種陷阱，我一定要話你知。第一種就係出蠱惑暗中加價。一般植髮係用毛囊單位嚟計價嘅，黑心機構逐條同你計，每個毛囊2-3條頭髮，價錢直接2-3倍，或者做到一半同你講唔夠要加錢，到時你用除真班上唯有焗你，結果報價嗰時8000，埋單就8萬。第二種就係講嘅動作嘅嚴重不符，做之前就講到天花亂墜，就話用進口微針，點知落咗麻藥戴咗眼罩，就用最舊式嘅寶石刀，精細度直線下降，仲要追速度提高返台率，好似插秧插，存活率大打折扣，仲會直到啲髮根歪晒，成個假髮咁。到時你想補救就只可以花幾倍嘅價錢去整返好佢。第三就係1分錢1分貨，植髮需要提取、保存、分離、送好幾個人嘅緊密配合。低價嘅套路一般就係醫生出面簽個紙，上台嘅就係啱啱培訓嘅新人或者係無證技師，攞你最珍貴嘅毛囊嚟練習。呢種連最基本嘅存活率都保障到，好似東非大草原一樣一笪笪。到幾個月之後發現出咗事，佢嗰間嘢已經唔見咗啦。提你，植髮經驗10年以上嘅註冊醫師，全中國得500個，可以喺衛健委嘅官網查佢嘅醫生執業編號。唔知你有冇咁好彩遇到佢哋呢？關注我，分享俾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我哋講下。